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4月初10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破鸿牧师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苦难中寻找安慰与盼望。我们要读约伯记16章1到22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我们要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是慈爱的天父，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。在我们的各种患难中，他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种患难的人。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。因为罹患遗传性罕见疾病，导致无法预测时间发作的癫痫症，令石家化不仅承受身体的痛苦，更遭受异样的眼光，甚至遭受同侪排挤霸凌。充满恐惧的人生仿佛失去了盼望。在这位石家化姐妹的脑、心、肺、肾都有结节，而这种病症会不时引发癫痫，发作时不自主会流口水与各种无法控制的行为。这对于一位女孩子来说，不仅会担心别人异样的眼光，身体的不舒服与无法控制的脱序行为，更令她内心感到恐惧，失去了盼望。但是当她认识到耶稣基督之后，蒙受上帝的安慰，我现在拥抱着你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去教会。上帝的爱一点一滴改变了她的生命，如今她能够自信地站在舞台上面独唱，并且发挥恩赐，创作出一幅一幅的美丽福音画作。约伯他在这一章再次表达出他的痛苦和绝望，他指责了他的朋友不够同情或者理解他的处境，所以他感受到自己好像被上帝遗弃，遭受着无尽的痛苦和这样的一个患难。约伯的朋友以利法在这一章中继续对他进行指责和批评，认为他的苦难是由于他的罪孽所导致，并且你就是要悔改啦。约伯感到自己被误解和不公正的对待，所以他内心呼吁上帝啊，你为我做见证啊，指出我是没有罪的啦。虽然遭受朋友的误解，约伯谈到他的信仰跟希望，尽管是陷入在苦难当中，仍然寻求上帝你的安慰跟盼望，希望能够在他的信仰当中找到力量跟勇气，能够继续面对他的患难人生。所以他仍然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冤，并且赐给他永恒的救恩。对我们面对现在人这样的社会环境更加的恶这样很难去面对。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各种形形色色的苦难跟挑战，所以透过经文描述了约伯的信仰体验，也给予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课题学习。首先，约伯的经历提醒我们在苦难当中保持坚定的信心，即使面对生命当中最困难的时刻，约伯仍然相信上帝的公义跟恩慈，并不断的向他祈求帮助跟力量，提醒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人生的挑战苦难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让我们学习如何寻求上帝你的带领跟安慰，而不是轻易的放弃跟失去我们的信心。其实我们看到约伯也提醒我们关注他人的苦难跟需要，
这3个朋友一直忽略了约伯他内在的情感的需要，而失去了这样同理的同理心。约伯的朋友轻率评判他的处境，是因着他犯罪所以导致的，而没有真正去了解他的信仰，还有他的苦痛跟需要。这提醒我们在面对他人的苦难跟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怀着同理或者关怀的心，先听他怎么样讲，而不是很快的下论断，关心他们的需要，而不是指责。在苦难当中，我们需要从上帝的话语中寻求安慰跟盼望。当别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心事没得讲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恳求神来安慰我们。就好像诗歌说，最好朋友就是说担当我们的罪与苦难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得，就是凡事都可以向他来祈求。我们需要寻求可能从医疗上或是精神上的健康的支持，与家人或者是朋友分享和交流，和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关系，帮助我们能够自己经过的时候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，因为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经过，我们才能够了解那个过程的苦痛。所以让我们能够学习约伯的信仰跟坚韧，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足够的力量、安慰跟盼望，度过我们所面对的困境。相信神必赐给我们透过苦难的过程经过之后，给我们更好更棒的未来。我们来默想在你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有什么经验让你感到绝望和无助？当你面对这种困难的时候，你是如何寻找上帝的安慰和盼望呢？你是如何从这次经历当中成长跟学习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您在这艰难的时刻，你总是在我们的身旁，提供给我们需要的力量跟安慰。求你赐给我们有盼望的眼光，让我们看到您神奇的作为，还有你对我们的慈爱，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没有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，而是寻求你的恩典、怜悯跟安慰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从你而来的安慰跟盼望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苦难的试验中，可以成为更坚强、更有耐心和信心的主你的儿女，帮助我们不轻易去论断、评判他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跟经历，让我们尊重跟关怀彼此，并且可以用神你给我们的慈爱还有慈悲去对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位，特别是正落难、正在苦难当中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与人分享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心中充满对神的盼望，领受上帝的安慰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